台语例句字音声调练习。伊干那一仙人尔，无中半项。祝恁一路平安。伊来一点仔久，就转去啊。这个袂使，迄个毋通，全你的意见了了。你着较拍拼咧，毋通做了尾仔囝。人中长的人较长岁寿。伊的人面真闊，甲伊拜托，就无毋对。你莫甲伊刁鼓党。时机真歹，害我12生相，变透透嘛变无脸。我才看你安怎18变。困饱了后，气力十足。伊3不5时，就来阮兜行搭。三角窗的厝来做店面上好。三脚猫笑一目狗。时机遐歹，三顿若顾会招云，就真加载啊！对台北坐飞机到高雄，上久是1点钟。迄口井感觉有在呛水。遮的上价是200块。这块饼已经呛腐啊，你袂使摕去食。学生囡仔逐工拢爱去学校上课。即马下运的少年人想法甲阮用过拢无共。下早仔去较袂热。我伫下骹等伊落来。因兜请真济下骹手人。人若肯拍拼，去食也会出头天。天遐尼啊乌，等下凡洗会落雨。这个砖头无偌大，带无几口罩。伊去互警察调去门口间。伊伫迄间银行有一个口座。伊就是迄款土公仔性，你莫甲伊计较。土人讲土话。啥人叫你大主大意做这件代志？这毋是啥物大代志。伊的大名，大部分的人拢知。迄个人有够大面神，拢毋知影通歹势。因兜是大街口，换家的人真忝头。你看人大细目，早晚会出代志。大量生产才算会好。毋通定定讲大话。你着较大努力，毋通遐当耍。小看钱嘛是钱，该欠着爱欠。我的工课足济，有才调你早就考调啊。伊不时嘛在读册。你莫见讲拢是一寡不得不切的话。伊在做中人，你若要买厝，就去找伊。伊在骗你，
你毋通中计。中昼饭食饱就好休困，毋通搁伫外口四界踅。伊互人变去啊！即件代志拢互伊误去啊！